Grano dostanu assalamualaikum за Куртеем до Олимпик的多的什么道理哪里外的路北的主来破到了为什么呢？他的早pan破Tokyo去破拉斯米托个破拉尼斯特了水。Măhchitără de ce dacă lupei pailși de Olimpic nari vale cum te plicla wukla ce de Olimpic șar nu vai cri au de la chataktia la jaktia au la ahtele tu cari musaraye de yawali cari maham warta ziatakla Piridi cu perecince de asri Olimpic plar yadigi pa atla sawa saror neviem kalkiane de Olimpic nari vale cum te的主力度破瓦的基的拉查塔提亚、拉扎提亚，ou拉特雷图破弄的奥林匹克沙乌塔克。了哈个瓦的查哈，斯鲁克鲁努的zi亚的瓦的特尔说哎，乌斯破那个沙尔基的亚瓦里卡里马在说，且那亚瓦子的奥林匹克路西亚也布拉哈克拉。Balki pe asri zamanaki de sula au permăhtag de satelu pe arda de nariwalu gat bawar au tinghu de hamtri fergandigi。由激光镭射打上去的。的 Tokyo 的 Olympic Lubu 的 Pranistelu po waktki modalta po Beijingki 的 Olympic nariwali Komite de Kultur au Tarihi Asaru de Shuragri au de Olympic Kultur la Khaparidunki Hokun Sra Marakawukla。Aga la 2012 kal څخه یا په تیرو نهو کلونو کې د شپږ ویشتو هیوادونو له اووه څلوېښتو ښارونو څخه لیدنې کړي او یاد ښارونه د اولمپیک د ژمنیو دوبنیو او ځوانانو نړیوالو لوبو کوربه ښارونه پاتې شوي دي پراسره پردی نوموړي د اولمپیک د څو دورو مشالونه لیږدولي او د اولمپیک لوبو د یادګاري توکي یې راغونډ کړي دي بل的یادونه ورزای داده چه د میرمن وجینیو په اولمپیک لوبو کې دوه ځله د تیکوندو په مسابقه کې د سلو زرو مډالونه ګټلي دي نو اوس راځي چې له ما سره یو ځای د هوکون کیسه او د اولمپیک نوي شعار په اړه د نظرونه واوري侯坤非常开心能够在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当天对你进行这样一个专访。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首先就要从你对奥运文化的热爱谈起。那为什么会对奥运文化有这样的热爱，然后要做这样深入的探索呢？其实这个说实话，一直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前，我跟体育应该说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渊源。实际上呢，在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参加了当年在北京举行的第13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我当了一名志愿者。当时是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200多位奥林匹克收藏家和爱好者们齐聚北京。那么跟大家的交流，我发现其实全世界还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这种文化的方式的交流。所以当时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领域了。9年的时间啊，到现在为止，然后走过了26个国家的47个奥运城市啊，应该是已经走全了。有什么新的感悟吗？不同的感受？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呢，应该说主要在对整个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确实，就像顾拜旦先生所说的，奥林匹克的核心这个内容思想，一个是和平思想，因为只有在和平思想内，其实才能实现其他的诉求。我们也都说，到底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正如国际奥委会讲的，国际奥委会的最终的愿景和使命就是要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实现人有尊严的一个美好的世界。那您作为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宣讲团的成员，那您在过去的演讲当中曾经提到过，就是走过这么多奥运城市，可是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满目疮痍的萨拉热窝。是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因为波黑战争一打响以后，其实整个萨拉热窝大部分的建筑其实都被毁了。即便是到2018年，当时4月份我抵达萨拉热窝的时候，城市里很多的建筑都没有重建，依然还是那种烧焦破败的场景。包括我住的那家这个当年奥运会的这个算是官方酒店之一，一出它的这个酒店的大门，对着你的就是一个建筑，上面全是弹孔，而且走在大街上，你也可以摸到这些弹孔留下的痕迹。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战争让萨拉热窝倒退了无数年，同时呢，也损毁了它好多当年建设好的那些全世界最顶级的那些比赛场馆。实际上你会知道，为什么现在国际奥委会或者奥林匹克运动首先强调的是和平，然后其次才是它
一些核心理念，比如说可持续，比如说青年人，比如说参与。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跟世界现在变化的这个整个形势相发展的。那我们今天镜头后面的观众，他们可能因为身处比较动荡的环境，没错，所以他们可能对于和平的意义，对于和平的珍惜，可能比我们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刚才你说的这段话，我想一定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没错。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主题，让人们更团结的意愿，我想也是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国际奥委会在第138次全会上，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就是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在格言里加入一句更团结 together。那在你看来现在在这个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包括我们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也比较缓慢，然后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加入这句更团结，它的意义在哪里？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它蕴含了几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整个全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或者说全世界人们的生活，已经现在看不可能再回到疫情之前那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在人们都无法见面、无法参与体育活动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团结就应该是它的基本词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团结在一起，要共同战胜困难。我们还是要战胜困难以后，要重新回到这个群体里，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中来。比如这次东京奥运会的举办，那就是全世界的运动员们又汇集在东京，在疫情以来这1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又一次集合在全世界、全人类最大的盛会里面，我们共同拼搏，展现出来自己的精神面貌，展现出各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团结一致的结果。那么第二点，我觉得更团结它的意义就在于刚才您说了，我们现在地缘政治的也不稳定，然后各国的这个情况发展也不均衡。那实际上这种更团结讲的就是我们在当下这个疫情的环境下，在现在这种有一些国家之间的不均衡，以及政治撕裂和这种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再重新走在一起，克服这次疫情以后完成这次赛会，实际上也表明了实际上大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全人类还是希望能够往前再迈进的，能够实现人类在往前迈进的。第三层含义，我觉得实际上它是一个传承。本身1914年顾拜旦先生把5环展现给全世界看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联合在一起，团结在一起，5大洲结合在一起，然后全人类来为此不同肤色、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人一起为这个奥林匹克事业做贡献。所以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它既是一个传承，也是一个纽带，更是一个全新的诠释。所以刚才说这3点，我觉得让这个新的口号，我觉得它是赋予了新的意义，所以也是更值得我们去推动和不断的去弘扬的。对，说的特别好。那我们接下来，我看到你这儿今天有准备了藏品哈。对，一共有多少藏品啊？家里？家里的挺多了，现在我也没数过数目，但肯定过万件了。因为这些年其实这是我的一个爱好之一了。当然了。这些收藏品，我个人认为，收藏品不光是一个收藏，它是每一件藏品有一件故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就是今年东京奥运会的火炬。那么我呢，本来应该在2022年3月19号在希腊雅典圣火交接那一天传递火炬，但是因为疫情原因中途中断了。那后来组委会就把我的火炬邮寄给我了，还有我的衣服，所以我是很珍惜这把火炬的。因为首先它很漂亮，第二个就是它代表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毕竟东京奥运会是历史上最独特的一届奥运会，也是唯一一届因为某种原因延期的一届奥运会，所以说今天我特意把它带来了。当然，它也是代表着希望之光、和平之光。是啊，就是在这样一个新冠肆虐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最终能够举办这样一届奥运会，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团结的象征了。是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聊一点你很熟悉的跆拳道运动啊，也是我们阿富汗观众特别喜欢的一项运动。那么这个项目在全世界推广的力度非常大，推广的这个速度也非常大。它从2000年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以来，其实一直以来是越来越多的群体在全世界在习练跆拳道，包括在阿富汗，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运动员实际上在习练这个。虽然它的场地也许没有我们这么好，但是它实际上在土地上它也依然可以练。那么它之所以能够发展这么快，在奥林匹克大家庭里，它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觉得其实这个项目也是在践行奥林匹克价值观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都知道奥林匹克价值观简单而言的话就是卓越、友谊、尊重。那么实际上跆拳道讲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卓越，那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打得更好，希望能获得更好的成绩，成就更好的自己，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友谊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个对抗项目，我们经常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实际上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当你站上赛场的时候，你肯定希望自己能获胜，但是在赛场下，其实每一个跆拳道运动员都是朋友，大家都在互相之间交流着、学习着。那么最后一点讲的就是这个尊重了，因为尊重对手、尊重自己、尊重对方的习惯，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谈一下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吧，因为您是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宣讲团成员哈。然后呢，其实北京是跟阿富汗特别有渊源的一座城市，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阿富汗运动员鲁胡拉尼帕伊曾经就在男子58公斤级的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那么也是实现了阿富汗奖牌史上奥运奖牌史上零的突破。所以呢，北京其实被视为阿富汗运动员的福地，是这样。那您作为这个宣讲团的成员，能不能在这儿为我们的阿富汗观众来简要的推介一下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好。其实北京冬奥会呢，我觉得应该说，到现在来看的话，虽然疫情产生了很多影响，但我个人认为，北京冬奥会依然还可能是奥林匹克历史上，尤其是冬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冬奥盛会，因为它不光是在一个国家的首都举办，而且同时是我们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实际上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希望奥林匹克能够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能够有个巨大的呈现，而且同时因为它在这个亚洲的原因在北京，所以实际上它应该对周边的国家其实产生了很多便利条件，尤其像阿富汗，像我们周边这些邻国。那我当然也希望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能够有阿富汗的选手然后参与北京冬奥会。那我觉得即便不是运动员的身份来参加，我也希望阿富汗代表团能够来参加北京冬奥会，能够来感受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冬奥盛会的这个气氛。那么其实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去阿富汗去这个访问去参观，因为其实在阿富汗我还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可能现在因为战争原因暂时我们去不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机会的，因为我知道阿富汗的人民也是渴望和平，渴望这个能够自由的交流的，而且阿富汗的民族本身从历史上看，它就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他们其实这也是跟奥林匹克价值观是相关联的。因为现在全世界最动荡的地区，其实我们知道，像阿富汗、像伊拉克这些地区都是，所以我们是很希望这些地区能够平静下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让老百姓们真够流离失所的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我在这儿其实不光是邀请阿富汗的这个朋友们能够来观看北京冬奥会，我也同时祝愿阿富汗能够尽早实现和平，尽早达成和解，给人民带来更广阔的生活空间，更和平的生存环境，然后那里的青少年能够自由地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谢谢你，谢谢。那我也代表我的阿富汗观众欢迎你，因为其实阿富汗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那里也有非常棒的天然粉雪的雪场，真的要去走一走，是值得一看的国家，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没错，这样。那么就是在最后，请您对着镜头，然后送上祝福吧。好，大家好，祝福我们中国和阿富汗奥运代表团的选手在本次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就，实现自己的梦想，一起为奥林匹克运动加油，为和平加油。The aluwat permahal kauterai the Olympic lubu mashal au yolabel sala nakhlawal showai the Olympic pinza dairi tol the sore nahi balal kigi. Kalache the muktarifu hewadu no lubgari Tokyo harta wrasidal the duela kalanu tsaha the Olympic hakaruhia sergantida. Che nare walde the nangawunu au stunzu the lalikawalu lapara yawalai usati. The piawartia dostai dranawai au yawali panum the Olympic ruhia ba patola nariki the sule au pramhtag the satalu lapara the bashariat gada hila parikri. Grano dostano nanane videoi program pahamde zai paitarasigi. Le pamra ranimo diramanana hodai pamang.